今日嘅狀態一般，可以正常咁樣去兼職，落班之後都有食嘢，同埋有帶悠悠出去散步，行咗成個鐘。但係中間喺上兼職嘅時候就，腦入面有時有好多嘅好喺世俗目光入面比較消極嘅諗法，就係我突然間諗到一個之前一路思考緊嘅問題，就係我好似對活着呢一件事嘅熱情冇其他人咁熱衷。譬如話好多人都覺得長命百歲啊，或者係喺呢個世界好美好啊，可以去感受好多嘅嘢，包括係為咗要一個新嘅生命去體驗呢個世界，感受呢個世界嘅美好。但係我發覺好多呢啲咁嘅諗法，我係冇，我只係覺得，哇！一諗到自己仲有幾廿年咁嘅時間，我就覺得好痛苦。應該係話，我對於活着呢一件事並冇咁熱衷。突然間講到呢一個就已經喉嚨都傾住傾住咁樣，被拋入呢個世界之後，冇喺穩定嘅一個環境入面成長，跟住就要去面對呢個必然會死亡嘅人生，必然會經歷痛苦嘅人生，好似喺自己活到依家，真正由內而外去散發嘅開心，同埋要繼續活着嘅呢種能量，好似冇咁深刻。但係之前好痛苦嘅時候，都嘗試過去結束自己嘅生命，但係我發覺，就算係我非常之痛苦、非常之絕望，都係冇話知行合一咁樣去即刻去死，就係單純咁樣痛苦咁樣活着，但係又唔知道係為乜嘢而痛苦，因為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。你話冇飯食，有啊；冇水飲，有啊。唔係處於嗰種極端嘅生存特別艱難嘅狀態，即係唔係好似原始人嗰種今日冇嘢食，聽日就會好艱難，仲要去不斷咁樣去開墾、去開荒，唔係嗰種求生嘅狀態。但係就係覺得呢個區塊喺所謂嘅呢個地球上面，就係冇任何意義。包括我係覺得帶一個生命嚟到呢個世界上係一件好殘酷同埋好自私、好殘忍嘅事情。但係呢種諗法係唔可以喺現實生活中同其他人去講，因為格格不入，同埋太喺好多人眼入面、心入面係太過唔正常啊，係有問題嘅。即係基因嘅密碼就係要將呢個基因不斷咁樣遺傳，不斷咁樣繁衍落去。我好細個嘅時候就係覺得生活好痛苦，唔知道為乜嘢。好多好多話活
着本身就係一個意義，就係活着本身就算係要感受好多唔同嘅體驗，好多唔同嘅痛苦，但係最重要嘅生存嘅主義就係活着。呢一個嘅諗法喺好多人嘅想像入面係非常之勵志同埋正能量，即係你經歷好多痛苦，你 suffer 咗好多好多你接受唔到嘅嘢之後，你都仲係好堅強、好勇敢咁樣去生存落去，就係一件好似好偉大咁嘅事情。但係我會諗，如果從來都冇呢種物種誕生過，唔存在，咁就唔會感受到，就好似薛定諤的貓咁樣。我唔打開個箱，就唔知嗰個貓嘅狀態係乜嘢。所以我想話，好似對住個屏幕或者係寫日記咁樣，不斷咁樣去整理自己嘅諗法，去了解自己嘅身體，了解自己嘅思考，同埋鍛鍊自己嘅表達能力。呢個應該唔知係第幾個視頻啦，反正就係諗到乜就講乜，可能後面可以通過咁樣嘅鍛鍊，可以喺現實社會入面可以更好咁樣去社會化，去融入呢個社會去生存。就算融入唔到呢個社會，起碼都可以維持自己嘅一個生存狀態，一路到遊戲結束嗰一日。我希望呢一日可以快啲到嚟，即係又屎又驚青，但係又唔想活住，又唔敢自己喐手，即係未勇敢到嗰種地步。有時候睇到新聞，覺得有啲人離開咗呢個世界，或者係結束咗，反而會為佢哋鬆一啖氣。哇！終於結束啦，你好勇敢啊！即係有咁樣嘅一種諗法。但係睇好多嘅嗰啲玄學視頻啊，包括各種嘅宗教，佢就話你未到時間擅自結束呢一場被拋入嘅遊戲，就必定會受到痛苦嘅懲罰。即係人唔理係嚟呢個世界，又或者係離開呢個世界，都身不由己。即係冇以為自己有自主權，其實冇，所有嘢好似都係已經 set 好晒所有嘅程序，你無路可逃。唔理係喺人間，抑或係離開呢個人間，你都冇辦法去選擇各種各樣嘅嘢。好多哲學書啊，或者乜嘢都話虛無主義啊、樂觀主義啊、反生育主義啊等等，好多各式各樣嘅學名同埋呢啲諗法。即係可能係食得太飽吧。如果一路永遠都係呢種咁嘅生存狀態，係咪就冇咁多煩惱呢？只有生同死係最重要嘅。我到而家都未有一個答案，諗咗好多年都冇答案。但係好多人都話唔好咁敏感啦，冇諗咁多啦，控制唔到嘅喎，就係好艱難咁樣，都係控制唔到。冇一個更好嘅辦法，就好似我點解會養狗，就係喺呢一件事入邊發現，就係生活喺一個充滿晒
欺騙同埋謊言嘅一個世界。就係當時確診咗係抑鬱症之後，上網搜好多嘅一啲自救方式，有一條話養個寵物啦，養條狗啦，可以幫助你治癒㗎。咁就去領養一個狗仔，當時就係所謂嘅緣分，相信緣分呵。但係一路落嚟，發覺喺自己最艱難、自保不暇、自顧不暇嘅時候，去做一啲好衝動或者係其他人俾嘅建議，但係最後嘅責任後果都係要自己去承擔，先發覺哇，其實喺自顧不暇嘅時候，去慌失失咁樣做一啲其他人建議或者睇起身好似好善意嘅建議，係會將自己嘅生活推向一個更加痛苦、更加慌不擇言、更加無路可逃、兩頭塞嘅一種狀態。所以有生命嘅嘢絕對唔好隨意咁樣去觸碰，無論係動物嘅生命又好，人類嘅生命又好，或者係同唔同嘅人去連接都好，都係一件需要好慎重去考慮嘅事情。可能喺我呢種咁嘅狀態，之前同 ChatGPT 喺度傾去分析，從源頭到經歷到各種各樣亂七八糟嘅諗法，同佢傾完之後，我覺得佢有一句説話好啱，就係我係只係需要一個平靜、減少痛苦同不安嘅人生，就係維持最和平嘅一個狀態。即係呢個世界有地方打仗，每一分鐘都有各齡年段嘅小朋友或者係大人，遭受緊苦難。但係痛苦呢樣嘢係人類去製造嘅，即係我覺得人類真係一種好 evil 嘅生物。點解地球會誕生咁恐怖嘅一種生物出嚟？諗唔明。可能我而家最深處嘅諗法係唔係厭倦生存，而係討厭人類，定抑或係對自己各種各樣嘅不滿？諗唔明。可能再多一啲時間，再梳理多一啲時間之後，睇下會唔會有幫助。再考慮清楚啦。反正而家都仲未有勇氣去知行合一，仲係處於抱怨同埋不解，但係又不得不無可奈何咁樣去生活。以前睇一個紀錄片，算命係徐桐嘅一個算命，佢去採訪個主人翁。力伯晴，佢講嘅就係算不盡芸芸眾生嘅命，但係你又冇辦法。嗰句詩點樣講唔記得咗啦，反正就係講得好啱嘅。苦啊難啊，就係無可奈何，又不得不繼續咁樣活落去。真係好無奈啊！
就咁啦。